Hello， 大家好 ，A 空好家園阿唐，歡迎大家收聽我哋 A 空好家園嘅頻道啊。咁啊，今集咧就教大家咧如何辦理呢一個咧惠州嘅長者服務卡嚇。咁啊，有咗長者服務卡咧，就可以坐惠州全市嘅公交巴士嚇。咁啊，睇翻你個年紀啦嚇，60至到64歲咧之間就5折嚇。咁啊，如果65歲或以上咧就全免嘅嚇。咁啊，惠州咧即將會有一個咧地鐵嘅延伸啦嚇。咁啊，日後咧都係用呢張卡咧去坐地鐵，亦都十分之方便嘅嚇。咁啊，下一集咧就教大家咧如何辦理呢一個深圳嘅長者延年卡啦嚇。咁啊，今集咧最主要咧講翻咧惠州嘅長者服務卡嚇。咁啊，惠州長者服務卡咧辦理嘅流程咧亦都十分之簡單嚇。咁啊，因為咧佢就冇銀聯嘅功能嚇，咁啊所以講咧佢辦理咧就比較簡單啲啦，同埋個時長咧就冇咁長咁樣嘅嚇。好，咁啊進入主題啦啊，咁啊我哋都錄咗屏啦，俾大家望一望啦嚇。咁啊，順帶講講啦嚇，辦理嘅條件啦嚇，同埋要準備嘅材料咁樣啦嚇。咁啊，惠州嘅長者服務卡咧，就係香港人同內地人都係可以。咁啊，最主要咧睇翻你滿咗60歲或以上，全部可以辦，不限戶籍嚇。咁啊，深圳咧要辦咧就有深圳嘅居住證啦。惠州咧辦理長者服務卡咧係唔需要惠州嘅居住證嘅。咁啊，所以咧呢樣嚟講咧就比較友善少少啦嚇。好，咁啊辦理嘅條件啊，咁啊60歲啊，等於60歲或以上嚇，咁啊到咗年齡咧當月就可以辦啦，即係意思講，我4月份到咗就可以辦啦，唔需要話等到下一年咁樣嘅嚇。咁啊香港居民啊，咁啊香港居民的話咧，咁啊有回鄉證就搞掂嘅啦嚇。咁啊優待嘅條件咧就60至到64歲嚇，咁啊坐公交咧就5折嚇，咁啊等於65或以上嚇，咁啊惠州全市嘅公交車咧免費。咁啊，同一張卡咧係會自動升級嘅，即係意思講，你60歲至到64歲之間辦咗咧，咁啊，下次咧到咗65歲咧，呢張卡係會自動升級為坐公交巴士免費嚇，自動升級嚇，咁啊唔需要話重新辦多張咁繁瑣啦嚇，因為咧佢內部嘅系統咧係要登記嘅，咁啊內部咧操作自動升級就 OK 嘅啦嚇。好，咁啊必備嘅材料咧，香港人辦理咧就係需要港澳通行證嚇，咁啊意思講咧就係回鄉證啦嚇。咁啊，第二個咧就係1寸嘅紅底相啊，咁啊去相館啦、影樓啦就可以搞到噶啦嚇。咁啊，如果你話線上申請咧，其實係唔需要呢樣嘢嘅，因為咧線上嗰度咧有個系統咧，直接點擊拍照，拍一個半身相咧就直接可以上傳噶啦嚇。咁啊睇翻你線上辦理啦，還是線下辦理啦嚇。咁啊第三個咧就需要一個內地嘅聯絡電話啦。咁啊如果你話1卡2號嘅就已經 OK 噶啦。如果你話冇嘅，咁啊過關咧就買一個得噶啦嚇。咁啊同大家講清楚嚇。咁啊，第三個線上辦理啊，咁啊呢個方式咧就比較推介嘅，因為咧就可以咧足不出戶啊嘛嚇，直接搞掂嚇。咁啊，如果話自己唔識微信嘅，咁啊啲後生幫你搞掂啦，又或者 WhatsApp 嚇諮詢我哋幫你搞都係 OK 嘅嚇。好，咁啊第一個咧就微信搜索惠州通嘅小程序嚇，咁啊我哋咧放啲界面俾大家睇睇。咁啊入咗呢個小程序咧，就係點入長者服務卡嘅呢個申辦嚇呢一欄嚇。咁啊第二個咧就係拍攝呢一個通行證。自動識別嚇，咁啊，其實咧你自己手填 OK 噶啦嚇，但係大家要注意下簡體嚇，唔可以繁體嘅嚇，因為繁體咧佢系統係識別唔到嘅嚇，咁啊大家要注意呢個細節啦。咁第三個咧就填呢一個手機號碼啦嚇，咁啊然之後咧就進入呢一個咧，你係自取還是郵寄嚇？咁啊郵寄咧就僅限於惠州市內嚇，咁啊惠州市之外咧就譬如話你寄香港啊、寄廣州啊、寄深圳咧係寄唔到嘅嚇。咁啊，自己領取咧就選擇最近嘅點，自己過去攞就 OK 啦嚇。好，咁啊呢度咧就到咗拍攝啦嚇。咁啊拍攝咧就呢個半身相嚇。咁啊直接咧就揾幅白牆，然之後咧對正個人咧影個半身相。佢有個框嘅嚇，有個框指示得好清楚嚇。咁啊就盡量唔好化妝啦，因為咧內地嘅呢啲證件咧就唔可以濃妝，亦都唔可以咧啲頭髮咧冚住個耳仔咁樣嘅嚇。咁啊，大家要注意啦嚇。咁其實咧就好簡單嚇，咁啊就可以提交噶啦，係咪好簡單咧嚇？就要提交嚇。咁啊提交咧，大概10個工作日之內咧就會出張卡嚇。咁啊出咗之後咧，你現場攞又得啦，郵寄又 OK 啦嚇。咁啊，譬如話你買咗惠州樓嘅，咁你可以寄翻自己屋企咁樣啦嚇。好，咁啊線下辦理嚇，咁啊線下辦理咧就適合啲長者啊同埋啲代辦，其實都 OK 嘅嚇。咁啊嗰個樓盤。咁啊，街道辦，即係譬如話你住木馬湖，你就去西區嘅呢一個黨群中心啦，同埋呢個大亞灣嘅行政服務中心啦，去搞啦嚇。當地嘅呢一個咧街道辦咧，同埋呢一個鎮政府啊，其實都 OK 嘅嚇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想要詳細嘅咧，就 WhatsApp 我哋啦，我哋提供資料俾你嚇。
咁啊，需要嘅材料咧就係回鄉證啦，再加埋一張紅底嘅相片嚇。咁啊，如果你話線下辦咧，你真係要去到影樓去影相嘅嚇，大概就如果你話唔要嗰種回執嘅情況底下，大概係20蚊左右啦嚇。咁啊可以代辦嘅，咁啊代辦人咧都要帶上自己身份證啦嚇。咁啊一樣10個工作日就可以咧去翻原窗口去領取咁樣嘅嚇。咁啊費用咧就睇到啦，下面咧首次咧就免費嘅，咁啊遺失咧同埋損壞補辦咧就15蚊嚇。咁啊郵寄咧就僅限惠州市內嚇，大家要知道嚇。咁啊郵寄咧都要俾啲郵費啦，大概10零蚊左右啦，13蚊到啦嚇。咁啊特別提醒啊，咁啊唔需要用到居住證就可以辦到，亦都唔需要係惠州戶口嚇。咁啊香港人咧就憑呢一個回鄉證直接就可以辦到啦嚇。咁啊到咗65歲咧，佢自動升級為免費坐公交巴士，就唔需要咧再辦多一張銀行卡咁樣嚇。咁啊呢張卡咧就僅限於咧惠州市嘅公交使用啦嚇。咁啊地鐵嚟講咧就暫時未有嚇。咁啊下次有咧都 OK 嘅嚇。咁啊呢個流程咧就十分之簡單，因為咧佢冇銀聯功能，咁所以講咧就唔需要話收到張卡咧直接去到銀行嗰度激活。第二個咧佢真係好方便啊嚇，你提交嘅資料咧其實就比較少啲嘅嚇。最主要咧真係唔需要話惠州嘅居住證啦嚇。咁啊所以講咧就十分之簡單嚇。咁啊流程都十分之簡單。照足我哋呢一步咧，可以一路睇視頻，一路打開微信，一路申請嘅嚇。咁啊，所以講咧就呢啲資訊俾到大家咁樣啦嚇。咁啊，下一集咧更加精彩，下一集咧就拍呢一個咧深圳如何辦理呢個長者移年卡嚇。咁啊，十分之方便嘅嚇。咁啊，希望呢啲資訊可以幫助到大家啦。咁啊，大家咧對於深圳惠州有任何興趣嘅樓盤，我哋全代理嘅。咁啊，一定幫到大家。可以打以下3個電話，3公子嘅電話嚇。咁啊，出電嘅，拜拜。